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eith 頻道。今日嚟玩一個遊戲，關於追擊嘅。我預先開始咗啦，好啦，準備嚟啦。好啦，發現一名敵人。好，睇住啦，3、2、1，扮。好，今場好勁，我哋玩多局。炸彈獵手，唔好意思，我哋玩多局就唔玩啦。尋找敵人中，發現敵人，唔好意思，殺錯人添，我哋再嚟多次，發現敵人，成功擊敗。好啦，我玩多局終極頭條。好啦，擊敗持槍士。死咗一件，死咗兩件啦，仲有兩件。好，擊敗兩名。好，唔好意思，重嚟多次。好，殺咗名。嗱，一陣間玩個惡搞啲。好，又嚟多件啦。仲有一名敵人。好，完成。好難瞄，重先，最後一次，一定得。拋頭，死一件，仲有件嚟啦。等轉埋玩先。總室入光，準備會有匪徒出現。
加油！加油，努力，老師要用力。好，最後一名敵人擊敗。好啦，已經完咗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